嚟到深水埗一個非常方便嘅地方，咁呢個物業咧就叫 AVA， 咁啊發展開一啲嘅細單位嘅。咁細單位之餘咧，呢個屬於低層，咁咧有一個外望超級大平台1415尺，我哋而家出嚟睇下。呢個平台大到咧可以分開兩邊㗎。咁咧依家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運動啦，咁大家唔知道有一個咁大嘅平台嘅時候咧，大家會諗住點樣可以發掘呢個平台啦。咁包括有匹克球啊，或者二人嘅足球啊，咁我哋咧都可以咧喺個平台咧，用大家嘅想像力咧係可以諗下究竟。如果你屋企有一個咁大嘅平台，可以點樣用呢？咁亦都可以睇翻介紹翻呢個單位一個超級大嘅戶外空間，而且喺深水埗地鐵站行過嚟呢，都只係咧2-3分鐘嘅時間，係一個又方便有一個大嘅戶外空間嘅一個單位，介紹俾大家啦。咁依家睇完呢個平台呢，我哋入翻去單位先。好，咁入翻嚟呢個單位啦，咁就233尺嘅實用面積，咁我哋見到咧，開放式嘅廚房已經包括埋洗衣機、雪櫃、微波爐。咁我哋見到房間就可以咧正正望翻你啱啱嘅一個超級大平台。咁唔知道大家會想像到一個咁大嘅平台，你會點樣用呢？同朋友一齊做翻一個 party 嘅空間又得，做一啲運動嘅設備又得。咁咧，我哋睇翻廁所咯喎。咁啊，一個人住或者情侶咧，呢個單位咧喺裏邊咧住得夠用，亦都咧有一個戶外嘅空間咧，可以俾大家盡情去發揮㗎。咁我就係咧利嘉閣碧海藍田分行嘅 Gary Lee， 歡迎聯絡我。呢個單位咧現時係放賣720萬，咁啊放租咧16000